在地震前，因为我是在9点半的时候看出来。就要让我们整个上面。我就很想象起来。他说那个地板有多大，那个地毯在那里。
圣经的造就，互一个人来去信仰内底行做伊的改变，特别啊通过主牧师行一遮袂讨厌做伊的信息，伊会当静静听主伊的声，伊的声回家，特别互阮同在。阮若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里，因永远对做一对你，伫讲道中当传讲你的信息，佫会当互阮入伫真理内底，佫有照安尼来行出来。阮若少年，阮一兄弟无伫阮的当中，无论因伫逐所在，无论因伫逐角落，咧做啥物工作，做伊拢甲因同在，甲因同在，享受伊平安。相时也享受伊若虔诚来到主你圣殿的每一个兄弟，共同做着作为你的侍奉，阮短短敬拜，空放的者，到主你啊，求主你亲自管导来接纳，本来不求是道，拢是咧奉靠主耶稣着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条道路生活中行信心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我头一届来到咱西湖教会来讲道，真欢喜。也搁早时的时阵，我坐捷运的时候，好妈伫咧西湖捷运站下车哦，感谢主吼！上帝有甲我提醒，我用Google的时阵才发现讲伫咧港墘才对啦吼，伫咧迄个港前路、港墘路
诶，即个捷运站才着，所以我才有拄啊好赴着，拄啊好赴着，总是讲求主怜悯，恁约，大家约，我今仔日几点起来？足早我5点就起来，哎哟，感谢主，我5点就起来，那遮拄好才来咱教会吼这真正是吼，这就是人的这个罪性，因为就感觉讲足近的啊，我就慢慢出门就好吼。毋过总是感谢上帝，因为自我真做牧师了后，逐主日拢是烧钱的时阵吼，早起吼拢足无平安的，无法度好好食饭，无法度好好祈祷，无法度好好甲厝里的人讲几句话，总是感谢主。今仔日我拢有做到，所以伫台仔顶我就元气元气满满安尼吼，过来感谢上帝吼，互咱有安尼机会来三角分享上帝的话，也搁请大家用阮我伫讲道的时阵用无啥练长的台语，搁有华语做阵来讲道。伫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20章第几节？8节。对，第8节。伫我拄则入来咱教会的时阵，我就真欢喜，因为我看到一个足有元气的教会。我看到咱的兄弟姊妹无因为无牧者直到灰心丧志，总是依然要行信心的道路。感谢上帝。我想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有侪事是超出咱所会用的去想象的事。就若亲像我做牧师，总是我即马是台湾神学院的学生，我搁转去神学院来读册。而且我咧读册，毋是一边无会一边读册，是全职的读册。因为伫牧会中间，我看见不足的所在，所以我搁转去伫19年前，我是有装备的所在。伫19年前，我无法度看见19年后，我会搁转去神学院来读册。也搁我搁做一件事是超越人所想象的。逐个牧师转去神学院，拢是读博士对无？对，为道学硕士变成神学硕士，再来读教牧博士班。我拢毋是，我是去读 CCC， 就是灵性咨商。我想，这个灵性咨商这个代志，是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最要紧的。也就是讲，伫19年前的我，无法度想象，无法度看见19年后我会搁转去读册，也搁竟然毋是读博士，也毋是读神学硕士，是读灵性咨商。总是我嘛要伫咧今仔日来挑战列为兄弟姊妹一件事。咱敢有看见咱教会未来？咱敢有伫即个所在徛起伫即个所在，看见社会的需要，看见自己的需要，也是讲我感觉足好的，我会用咧甲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唱诗来学乐上帝。真快乐的时光，真欢喜的时光，也搁我有一个足可爱的教会通聚会，安尼就有够啊吗？咱今仔日的经文上要紧的一句话，其实敢若一句话尔吼，就是讲，迄个门徒看到就相信。所以咱看到今仔日即句经文的内底，伊的动词就是看见。若是咱较适当的来讲，就是注视，就是我伫看。咱若是讲
即个伫希腊文的即个动词的中间，伊有分2种，就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什么是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呢，就是讲跟事物有关系，特定的事物。我看见你了，你就是那个事物，人事物。我看见椅子了，迄个椅啊，就是我看到的物件。我看见花了，我看到花，足水的花，白色的花，紫色的花，还是红色的花。迄个花就是我看见的物件。佮另外一个就是不及物，不及物就是讲伊无拄拄，敢若用一个代志，伊可能是一个感觉，迄个一个心态。所以咱看到这个及物的动词，会用咧翻译做中文，叫做看到、注意到，佮有一个探望。咱若是看到这个咱若看原文的圣经的内底，咱会感觉，咱会发现讲，这个看见，这个希腊文，伊伫咱中文的圣经的足侪无共款的所在，虽然是共一个字，总是中文的翻译无共款。咱会翻做看到、注意，佮有探望，佮有啥物货体验，佮有感官上的感受，佮有认知上的，我后壁我有诶后壁拢有写即个经文，大家会用去现来看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及物，不及物呢，伊诶意思是啥物货？就是讲你爱谨慎，爱细致，你爱注意。比如讲，咱会讲，你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爱注意啥？注意足济对无？上要紧的就是爱注意有啥物物件会互咱的安全来受到打扰的，受到伤害的，遐个物件咱拢爱注意。迄个注意嘛是共款一个词。所以咱简单来讲，就是咱会用来讲，一个及物就是咱看到眼见为凭。不及物呢，它是一个心情，一个态度，所以咱即马来看，咱来看，有一段影片，有一个影片。我眼睛看得见，可能不会一般的书但是因为眼睛都看得见，那我自然会面对的方向是这个书的思考。做一个重大的一个，要出一个顾问，就是不是要你整体来看这个文字，你得
好，完了吗？结束了。好 ，OK， 所以咱即摆来看，这个盲人画家廖继成，伊是双连教会的会友，伊是一个本来是看会到的人，后来伊的目睭有破病，所以去手术非常侪摆，后来渐渐看无。伊是一个艺术家，伊是一个画家，对伫画家、艺术家来讲，看袂到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总是咱嘛看到伊后来用心去想一个方法，伊悠然伫创造，迄是啥物？迄是伫咧伊的心肝底已经画好图啊。伊用这个方法，悠然将伊心肝底的这个图来甲伊画出来。咱会用安尼讲，我要上，好。咱会安尼讲，对伫伊的性命来讲，伊就是对有形的看见到无形的看见。总是咱转来咱的经文会用安尼讲，什么是有形的看见？若是对圣经来讲，多马就是一个足清楚的例。多马讲啥物货？伫圣经的记载，讲当耶稣国活了后，有侪见证人嘛有问道对多马讲，阮已经看见主。总是多马讲啥物？伊讲。阮也无看见伊手顶面的这个伤痕，而且毋是看见尔，我搁爱用我的手去摸迄个伤痕，也搁要看到伊，甲用手去摸伊那个肋骨上面的那个点痕，我才能够确信那的确是耶稣。为什么？因为咱拢知影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伊的手。甲骹拢有钉痕，也搁伊互人放为十字架顶来放落来的时阵，那个士兵为了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搁用这个枪，就是手上的这个枪，安尼堵入去伊的肋旁，来确认他的确死亡。所以当我讲，我一定爱去看到，毋若是看到，我搁爱去摸到，这就是多马，真的是多马，伊一定要有形的看到，我一定要眼见为凭，这是有形的看见。咱嘛会用安尼讲，伫马太福音书第3章第16节，伊有记载，伊讲当耶稣受洗。伊对水底起来的时阵，天忽然为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钱仔降落来，降落伊的身上。这嘛是一个有形的看见，好。那么，但是无形的看见是什么？无形的看见，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种态度，比如讲，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30节里面，我们翻译作小心，还有谨慎。那，所以我们看，拍谁哈？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好像是现代中文译本是吗？我这本好像是现代，对我这本是现代中文译本。我现在我的奖章的里面的这个都是用那个和合本，所以咱来登去看迄个和合本，好，所以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有形的看见跟无形的看见，那么那个态度是什么？无形的看见。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摆因为我妈妈前一阵子确诊，伊确诊的时候我就去甲伊照顾，
迄当阵还未有病床的时阵，伊有伫咧急诊室的时候，拄好阮隔壁床的一个阿嬷，伊讲伊足想要变数的，毋过因为伊规身躯拢无方便，伊无法度落来行路，所以伊一定爱用那种床边的便盆。结果伊足够忍耐的哦吼，伊忍耐甲因囝来，伊才讲伊的需要。结果因囝哦，就四界去找，啊，转来就甲因妈妈讲，妈妈无呢，吼，我有去问护士，吼，啊，护理长的护士，护理站的护士，迄个先互别人去照去，所以即马无法度呢。总是这阿嬷伊巴肚伊实在就很急，你知道吗？吼，很急，那怎么办？啊，我甲我妈妈，阮就想讲，无咱来替伊找看卖。所以我就伫咧东边看到迄个椅子的那一种椅子，可是它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下面的那个筒子没有。结果阮先行去便所去找这个便盆的时阵，阮看都无。结果后来我伫咧东边的时阵，看到迄个椅仔的时阵，我就甲妈妈讲：“妈妈，这嘛无法度用，因为迄个下面的那个筒子，这个有椅子，但是筒子不在它上面。”结果我妈妈就讲，伊讲有啊，头拄仔咱伫咧啥物所在有看到。我讲哈，迄个所在毋是我甲你才去过吗？啊，我无看到呢，你太会看到。这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心理学也有在讲，心理学心理测验嘛，我伫讲。伊讲有当时啊，我们在同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在同一个时刻在做同一件事，可是这个人看到了，那个人却没看到。好，那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在讲那个这世界上的人，上帝的创造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丰富，伊互人变成一个，他可以创造一个像贾伯斯那一种，非常的怎么讲？那种 outstanding， 非常的优秀。可是他只看到前面，他看不到旁边。可是也创造一种人呢，你看到他永远看不到前面，但是他旁边看了很多。所以我也是这一次，最近在上课的时候，最近伫咧上课的时阵，老师伫讲到，我们身为一个就是未来要成为一个心理咨商者，我们一定会遇到要去解释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如何要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比较不会让人家不舒服的词语，但是又可以让他明白他所面对的状况，又能够让他能够产生积极正面的生活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时候有最事，伊唔是干那一个答案尔。我们说有人他读到博士，后来去干嘛？卖什么？卖鸡排有没有？郭台铭很不屑，对不对？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博士后来跑去干嘛？跑去种田。我最近看到一篇《天下》杂志的报道，伊讲有一对翁仔某，因拢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因拢是高科技产业的 CEO 经理。结果因即马伫做啥物，恁知无？因伫卖冰淇淋。天下杂志去专访这对夫妇，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你们从
你们的职场上退下来，然后变成是在做一个，就是好像一般人才可以做的冰淇淋，好，在卖东西。这个先生伊讲一句话，伊讲，我跟我的太太，我伫职场上我们的发展非常优秀，非常的顺利。可是当我们发现我的孩子，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年都被学校批评，不是批评啦吼，评语，讲你的囝是扣工，是无效的、无路用的，因为读册拢0分，考试拢红字，满江红。他们就突然间发现说：“这个世间追求这种，但难道只有一个价值吗？难道一定要当到总裁、副总裁、CEO、经理，这样子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吗？”所以因规个翻转，他们辞去他们的工作，他们到了乡下去，开始带他的孩子们体验人生。因即马，伊的囡仔即马是在学校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为什么同样一个人，他的孩子没有变啊？他没有把他的孩子丢掉领养别人呢？为什么小的时候被学校视为扣感无效、没有救的小孩，但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却是成为学校非常优秀的学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的门徒，他所喜爱的这位门徒，他到底看见什么？我们如果去看今天的经文前后，你会发现，其实别人都看到空坟墓啊，空的坟墓，裹尸布。可是为什么这位门徒他一看见就信了？他的看见是什么样的看见？我们回来今天的经文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看，无论是有形的看见或者是无形的看见，我们都是需要光。在黑暗的洞穴的里面，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在没有希望的人生的当中，在所有的人都看衰我们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那个时候，即便你具有功能完善的眼睛，你也是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耶稣常常在讲一句话，他说听嘛听无啦，看嘛看无啦。伊是伫讲什么话咧？伊其实就是伫讲，你若无光，你的生命的中间若是无光，你什么话拢看无。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里面，耶稣讲，伊讲我就是世上的光，阮缀我的，就无伫黑暗内面行，一定要得到生命的光。也搁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14节内面安尼讲，伊讲恁是世上的光，城坐伫山顶是袂为暗稳藏的。这是伫讲什么话？这是伫讲，若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内底若是无耶稣，咱就会感觉所有的事拢是无有望的。虽然你住足水的厝，你的身材足好的，你嘛拢无破病，你五子登科，你福禄寿喜，总是你犹原是忧忧愁愁，感觉永远袂有满足。
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跟缀我的，就袂话伫黑暗内面行，一定爱得到生命的光。若是咱的生命的内底无有耶稣，无真正掠耶稣做王，无甲耶稣来做王，互伊掌权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对任何事拢会感觉无有愿望，无有满足。最后，咱会用讲，即个门徒伊看到就相信，伊看见就相信。迄个看见是对伫有形的看见来进入到无形的看见，也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有需要一个信心的跳跃。迄是对多马的眼见为凭，进入到耶稣所喜爱的那门徒的看见就信了。虽然我看见空的坟墓，我看见的是啥物货拢无，总是我相信。相信什么？我相信伫迄个时阵，门徒即个耶稣所疼的即个门徒，伊一定想到耶稣伫还未受抬的时，也未受难的时，伊所教示、所教导的所有的事，有言的所有的事。耶稣讲：“恁毋通忧愁，我去是为着恁避难所在。我去遐，恁后摆嘛会来遐。我是去爸的兜的厝，来为恁避难所在。”所以，迄信心的跳跃，是因为上帝。因为耶稣伫咱的心肝底，成做咱的光，所以咱会用个伫黑暗的中间来看见愿望。约翰福音书第11章第40节安尼讲，伊讲：你若相信，就一定要看见上帝荣光荣耀。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虽然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总是伊看到的，毋是忧愁，毋是烦恼，毋是惊吓，毋是失望，乃是愿望。这是一个信心的看见，因为相信耶稣已经救我，相信除了一个看会到的世界，这个世界，阁有另外一个凭信心才会通看见的世界。迄就是天父的厝。拄则江长老伊有伫讲着，检查咱的教会最近有人安歇，是无？是。所以耶稣讲，恁毋通忧愁，因为伊已经去爸的厝，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爱凭着信心才通相信的。所以，迄个门徒伊看见就相信，伊相信通过耶稣的教导、伊的话语、学习、伊的行达，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咱就通得救。亲爱的兄弟姊妹，迄个信心是牧师的信心吗？也是长老的信心，也是执事的信心，拢毋是，是咱自己的信心。咱要怎样才会通来培养安尼的信心？就是爱通过灵修、静观，伊会通帮助咱来相信。我拄则听到
大家祈祷的时阵，心肝真欢喜，因为我看到大家祈祷拢常常将圣经的话来放伫祈祷的中间。恁已经食入去上帝的话语，吃他的身体，吃他的话语。总是检查有当时啊，咱犹原会无明白的时，咱就通用灵修、用静观，互咱会通静落来学习耶稣的话甲教导。灵修帮助咱会用个真正将耶稣的话来行出来。耶稣讲爱听啥？厝边亲像家己，对。啊，搁有听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哦，要爱仇敌，对不对？爱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那个欺负你、看不起你、利用你、把你利用完了，把你丢在旁边的、逼迫你、压榨你的那些仇敌祷告。耶稣还说什么？他说：“你们要饶恕，要饶恕人几次？70个7次，490次哦。那是不是我们每次人家饶恕人家得罪我的时候，我就主啊，我奉你的名，我饶恕他。回去开始数，我今天饶恕了一个人。我这样数490次吗？不是啦，77，一共70个7次，意思是啥？是完全的饶恕人。完全的饶恕人是什么？就是讲，这个人虽然对我足歹的，不过主啊，我愿意因为你的关系来赦免你。我要亲像你疼我安尼去疼伊，因为我知影我嘛得罪你足侪摆呢。不过你依然疼我，阿妹吗？阿妹，我相信各位兄弟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虽然是头一摆见面，总是我会用讲，亲爱的兄弟姊妹，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咱今仔日我今仔日会用徛伫遮，咱今仔日会用做阵来礼拜，拢是因为咱感受到上帝大大的疼，阿妹吗？阿妹，感谢主。所以，咱是毋是愿意饶赦遐会得罪咱的人？这个人真苦哦，这个老师足苦哦，伊是安那安尼对我？我是伊的学生呢，伊无疼惜我，无引带我，伊阁笑我、压迫我、利用我。总是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毋是亲像这个老师安尼利用你，甲你利用煞，就甲你请去边啊？我行我家己的路。圣经学院，伊就是伫做安尼门徒训练。伊伫做门徒训练，就是伊常常会有一寡的课程，就是互咱的长老执事、平信徒去参加。所以，咱爱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咧北部对伫培养这个传道者，北部有台湾新学院，南部有台南新学院，伫咧中部，迄无算中部啦吼。另外一个就是圣经学院，伫圣经学院刚开始的时阵，就是迄当中咱台湾的这个教育还未普及的时候，他们是专门招收大学部的，大学部的。后来渐渐社会的改变，咱的教育慢慢在普及的时阵，圣经学院就开始来转型。所以因即马转型，就是欢迎大家常常就是去因遐来做，伊就做一个灵修的场地，长职训练的场地，
他们有一个教育大楼，有一个教育大楼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也欢迎大家弟兄姐妹，如果有灵修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常常去那里。去那里，他们可以可以当旅馆，可以去那边小住个几天。哎呀，各因嘛有短期这个信徒的造就的课程，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新竹圣经学院，无论是去参加因的课程，还是讲咱的教会伫咧教育训练的时阵，嘛会用咧考虑到这个圣经学院这个所在。所以因伫行一条无简单的路，就是因伫上这个灵修的课程，希望大家来多多来支持跟关心。最后，咱要讲的，就是当咱看见这个世界有侪恶淡长的代志，特别是最近乌俄战争，又搁气候变迁，感谢上帝。昨昏、昨暝暗时的时阵，台湾有地动对无？唔知哦。哦，感谢主，上帝讲我所欢喜的，我互伊安眠啦吼，所以袂歹，真好，感谢主吼。因为他那个震第一次震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醒着，可是听说后来有在震，后来在震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都睡着了。我们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早时的时阵看新闻看新闻才知影讲，就上可怕的是啥物？伊讲这个气象局的这个专员在讲，伊讲最可怕的是，它的这一个震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区块。什么叫做区块我们都晓得，在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他是说什么？是因为有一个什么车马龙是吗？断层。车龙埔断层，是因为断层它在板块在移动，所以我们才会大地震嘛，我们才会地震。伊即摆的意思就是讲，关山迄个所在可能有咱所唔知影的断层，所以伊讲这个地震是他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以前的地动无论偌大，因拢讲这就是什么断层这就是什么货这。几年前有捌去咯，捌活动过，结果咱即届的是唔知影什么是可怕的什么是可怕的？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未知。求主赦免，因为咱即马对伫科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咱人类的寿命已经可以就是活得很长了，延长了。今仔日的新闻嘛讲日本的100岁。超过100岁的人已经几个人知道吗？日本对你嘛有听到好9万人了超过100岁嘞。咱会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即马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咱唔惊风台，因为咱起的厝拢足坚固的，咱唔惊风台。若是地震唔惊，因为我们可以去用那个抗震结构去做抵抗海啸呢，我们就是要住离那个海边远一点就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暴雨怎么办？台湾若是欠雨水要安怎？欠水要安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虽然现在的科技很进步，但是我承认我仍然有限。俄乌战争，我今天又听到一个消息，一共3篇话，一共当英国女王过世的时候，印度他要求英国要归还英国女王王冠上的钻石，因为那个钻石是从他们印度那边拿去的，
好，为什么？因为英国它当时印度是它的殖民地的时候，它上面的东西都是从那里过去。我伫想讲，哇，那是讲大家拢要偷来偷去吼，哇，这世界上很可怕呢。好，要乱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是超越我们能够一般的常理所能够判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这是什么世界哈，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失去盼望。感觉讲未来只有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哪来哪困难，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就爱仰望耶稣。咱所信的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是实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咱就倚靠伊吧，倚靠伊食伊所要食的事。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有法度？那亲像耶稣所讲，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若是我毋茫我无爱食这个苦杯，总是你毋通听我的祈祷，你着做你的事吧。咱敢有耶稣安尼的信心，完全倚靠，就算是失去性命，有缘袂失去对伊的倚靠甲信心。亲爱兄弟姊妹，毋茫咱开咱的心门，对伊讲：主啊，来做我的光。愿意完全顺服伫你的律例甲带领的下面，咱就会亲像几千年前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共款，看见就相信。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主，因为阮是有限的，阮常常就那亲像彼得因共款，阮想要大寮啊，一个互耶稣，一个互以利亚，一个互摩西。阮想要伫山顶欢喜快乐。总是主，你甲阮讲，恁着落山，将福音传互四界人。主，恳求你来帮助，互阮将你的福音真正，毋单单是传互别人，也是传互自己，互阮通确实来行出上帝你所欢喜的行道，互阮无搁受到世界的标准的捆绑，乃是完全顺服伫你的带领，讲主啊，愿你的旨意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共款。主，阮愿意有一日，当阮见你的面的时，受到你的肯定，讲入来，你这忠心的奴仆，甲我做阵来领食吧。主，恳求你望赞，互阮每一个人的信心，因为甲你相拄，哪来哪坚定，搁较侪倚靠你。祈祷袂空，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的讲道，看见就信了。一点，咱来回应圣诗第163首，圣诗第163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用你圣血运行伫阮，但愿放下一切地上所爱，纯双手，心切切较无。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请咱起立来吟163首。听堂
心心愿欢迎你，心心愿欢迎你，用的心去爱中了对我，但愿把一切地上所爱，存下的心在阿无听当心，听当相信，听当相信，欢迎你来，当相信愿欢迎你，听当相信愿欢迎你，用为革命记了变作，将这些爱地方家里，万身万quân đội em chúa đang相信，听当相信，听当相信，欢迎你们，我的这个感应你，听当相信，愿欢迎你。万的这一点的心，但万心就在万丈稳定，万行我万转无保留，听当相信，听当相信。听当相信，欢迎你来。请坐，这条咱要来奉献，咱请吉安师甲邱妹子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掀开我来报告。报告事项，咱欢迎新来的朋友继续来会当，若有新来参加，咱继续参加咱礼拜甲聚会。咱报告上第一点，今日是圣经行业奉献主奉献主日，咱也感谢副牧师前来请安报告，请关心代祷。容阮我代表教会搁一遍，副牧师来说多谢。第二项，咱后礼拜日讲道是王牧师王荣超牧师伊一年大学的校牧，题目是为着得换命，真换命做装备。
经文伫阿摩司书第6章第40到第70，提摩太前书第6章60到19节。第3点，刘宪老师的母亲陈立秋姊妹伫9月12上午蒙主恩召，伊享年有84岁。咱伫9月309月30拜五是上班毋是休困日伫上午8点伫宜宾的至善一厅举行个别的弥撒礼拜那要参加的兄弟，请咱家己来前往人讲甲往座上的家比起宴乐的家较好咱圣经安尼甲因讲，咱来求主安慰为主。来，第是咱新一季的新眼光10月到12月的手册，读经手册会放伫公布栏下骹，请咱家己来摕遮咱若知影即马伊新眼光手册咱伫网站咱拢会当去找所以当你若无摕，是你若伫外口，也是讲你旅游的时，你拢会当伫网站，你佫会当看去进前的拢会当找遐资料即马咱拢尽量要弄到迄个无纸的书咱环保，咱来做一份环保的咯。第5，咱到10月底的事工分栏表，咱放伫公布啦若有需要用手机翕，若真诶有需要纸本的，请遮甲职难执事协助来印出咱即马就是讲尽量近日无纸，但是咱若要保存遮资料，共款爱有纸，所以咱诶像桌面纸有可能就是伫咧整合即个时，伊就会甲印出来迄是要保存咱的资料。过来，咱伫拜六第6点，咱的疫情即马有小可悬一些所以咱的早经的祈祷咱会暂停等疫情恢复较好。咱毋会当真紧甲咱的经验，咱来甲读互完咱虽然咱我感觉真好当咱无牧者，咱的早经阁会当继续，而且拢有5人6人咱真诶真感谢上帝怜悯咱因为透过咱的读经，才会当拄啊牧师咧讲诶，咱敢知影咱教会将来我想当然伫教会你若无读经，若靠着礼拜教会要兴旺，咱坦白讲，迄个是真难啦有可能毋是无，但是变做无久长我想这拢是爱一工一点一画，一点一画有点扣面到整个来当新的会友来，咱才有度造就，才有度甲伊有真正的信仰的传承真做兄弟姊妹，真做咱一家人。来第7点，咱野外礼拜伫10月7日，咱会伫万里的挂彩种的孙理莲纪念营地咱遮咱家己来看咱即届真感谢民兵技术用这时间去联络咱若透过咱的参与，就敢若侍奉。有当时咱讲咱毋知要安怎侍奉，是咱的参与就是种侍奉无论你做啥物工程，这拢是做成上帝的工因为有当时的参与就是种鼓励，因为伫中级要做的事，因才有迄个动力。若无做伊会安怎做？虽然有当咱去过，咱感觉真无一定爱去啥，但是这就是种咱的支持伫中级内底做成真重要工。当然伫咧食食的中间，有可能咱即马毋知咱会尽量会甲伊联络，看会当将一份如果讲伊若用菜刀安尼咱是毋茫，咱会准备咱家己来砍莫互咱会友去砍就造成咱的迄个我想咱会用手套用啥，咱会做成遮的防疫的工作。因为事实咱的防疫若做好咱啥拢免惊不用去怕。就是咱家己拢伤自信啦无要紧啥。所以咱若这个咱若甲确保我相信最主要是上帝保守，毋是咱人会当安怎做，咱若照上帝照咱一般防疫政府咧讲的，咱来听，照那做毋茫咱会当。顶年无法度，已经1年无，咱今年毋茫家办起来共阮咱教会拢要有遮个听性。咱伫大岛的事项咱家己来看咱若伫咱的周间，咱的灵修，咱为着咱教会屏幕
互有传教者有感动，会当入来咱的教会，带咱来敬拜上帝。咱也为着身体欠咱的文良嫂吼，伊的手术平安，也求主医治。秀文老师伊的对事礼拜各方面，咱也为伊来祈祷吼，求主安慰因众。咱为着咱家己，也为着国家，为着疫情。伫咱的周间会想会到，咱就为这来祈祷。咱搁来看咱的聚会活动，伫倒边。主日礼拜咱上午10点，咱主日的诗歌的练习是上午8点45。咱拜五查经，咱暂时暂停，咱等疫情后，咱就恢复。咱来看事工的分担，咱今日交代是素金祭甲bình荣香，草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秋妹执事。咱后礼拜是讲道是王牧师，师的名誉长老苏琴刘老师，领唱是杨香，师献是义杰执事甲秋妹执事。咱交代是小宝祭苏长老，草花是秋妹执事。咱清扫是社保祭，咱搁来看咱本周的金句伫正边后壁吼，我先读一遍，咱才照安尼来读。伊是未得通看见的上帝的像，伊是头一个生的，伫隆重受创造的大圣，请。伊是未得通看见上帝的像，伊是头一个生的。伊拢受创造的大圣，伊是未得通看见的上帝的像，伊是头一个生的，伫拢总受创造的大圣。爱只是那不能看见是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必造以先。哥罗西书1章15节。伫遮咱等下礼拜三，咱请中职老的吼，咱也有几项代志，咱会要来参详。若兄弟若会使要留来，拢无要紧吼。咱教会咱即摆是讲，会当拢逐个拢伫教会有真好意见，甲教会的中职提供。我想照圣经所记，万人该祭司，无人有例外。但是，望咱的事奉是轻松。我相信上帝互咱的礼拜，绝对无带着压力。当你若有压力，你伫上帝面前求，你也免客气，毋免。我相信你来礼拜，这就是种事奉，这是真好。对咱教会，我想整个咱会当更较完整。吼，透过上帝的怜悯，我想听候迄等候迄个耶和华，咱就要重新开来。咱真诶要唱鹰叫，天是飞悬，走来个啊，行袂顺吼。好，以上一条，咱要来唱圣诗398首。圣诗线，咱要请牧师甲咱祝祷。圣诗398首，圣诗第398首，398，圣经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今日，听咱亲像今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是百姓的受所多好听了，亲像今日，听咱亲像今日，信心安定甲咱感动，听伫甲咱心内，三位体甲咱相通，这是甲万世界，这是甲万世界。咱做阵来领受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引带，互恁有信心的仰望，行头前的路，荣耀上帝，利益众人，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